倒是好听，安常在怎么就没唱出花好之情呢？难不成是看见皇上跟本宫在一起，心有不悦才唱不好的吗？此刻，玲珑想用祝福堆满她年家的祖坟。明明是你霸占我们的丈夫，可你不仅说着风凉话，还让我们抚琴唱歌给你听。如果不是皇上在场，我们都能打爆你的医疗卡。而华妃之所以会如此嚣张，敢让甄嬛和玲珑给她充当歌妓，皆因她大哥年羹尧权倾朝野。皇上为了拉拢重臣，只能将华妃列入侍寝白名单，不是3天2头的买各种包包哄她开心，就是夜夜陪着她探索人类的起源。即便如此，恃宠而骄的华妃依然不罢休，总想着找机会去羞辱玲珑。既然甄嬛动不了，就拿她的姐妹练手。于是她仗着恩宠，竟向老四提出一个很过分的要求。皇上一直喜欢听安常在唱歌，也有些日子没听他唱了，不如请他过来轻歌一曲，也好和皇上同乐一回啊。深了，何苦叫人走一趟？但华妃给到皇上的表情似乎在说，人家哥哥刚从西北打完胜仗归来，相信此刻皇上都想拿块豆腐拍死他。虽然内心不乐意，但表面文章必须写好。于是公公带着皇上的旨意来请玲珑，而甄嬛猜到华妃肯定没安好心，所以当玲珑的眼神充满求助时，甄嬛马上决定陪着她一同前往。当皇上的大宝贝赫然在眼前，华妃真后悔刚才做的这个决定。自己和他人宫斗没输过，但遇到甄嬛就从来没赢过。这夜深霜重的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正因夜深霜浓，玲珑妹妹独步难行，所以臣妾特来与妹妹作伴。而皇上看到宝贝那是两眼放光，皇上果然最宠甄嬛，人家玲珑也是冒着严寒来的好不好？可皇上连一句假话都懒得去关心她。玲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所有遗憾，但恰恰就是爱情才制造出了诸多伤悲。如果她当初从58同城找份满意工作，也不会进宫遭遇冷落和悲剧。就唱支情意缠绵的曲子吧。随即在甄嬛的伴奏下，玲珑边唱边跳，宛如黄鹂鸣翠柳般动人。可五音不全的华妃不仅是一个月盲，还把玲珑当成一个卑贱的歌妓赏玩。等玲珑唱完后，华妃更是鸡蛋里挑骨头，非说她唱的歌不是跑调就是毫无感情，完全是在敷衍自己和皇上，还嘲笑她因为吃醋才会发挥失常。而旁边的甄嬛更是为闺蜜捏了一把汗。玲珑急忙致歉，表示感冒导致喉咙发炎，同时甄嬛也赶紧帮着玲珑证实，前些日子安常在给皇上唱歌，整宿的唱，那嗓子好着呢。华妃看皇上没有阻止的意思，她更是嚣张的让宫女端来一杯白酒。人人都知道歌手对辛辣之物非常排斥，但弱小的玲珑又不得不面对现实，而她只能忍受着羞辱喝下杯中酒。最让人生气的是，皇上至今都无动于衷。接着气不过的甄嬛故意唱起和皇上的定情之歌。果然，甄嬛一开口就勾走了皇上的三魂七魄。婉贵人真是后宫状元呀！皇上与本宫也累了，有劳你们了。而皇上也没好气的当场丢下了2个字睡觉。华妃没达到目的，反而被甄嬛戏弄，所以华妃气不过的又派人以打赏的理由去挖苦他们。我们又不是唱曲满意的，他凭什么这么作践我们呀？当我是歌妓吗？还打赏？小主，心态失衡的玲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想要报复的冲动。然而好巧不巧的是，她用巫蛊之术诅咒华妃的事，竟被皇后当场发现。若被华妃看见了，你这条命还要不要？